你發財！今日係2月21號星期六，歡迎收香港早晨。今日係大年初三，喺度先祝各位心想事成，要咩有咩。咁之後睇啦，今朝早嘅天氣啦，預測咧今日係大致多雲㗎，有幾陣雨同埋有薄霧。咁最高氣温咧大約係20度，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。咁展望啦，未來一兩日係天晴潮濕啦，係咪有霧㗎？會落幾陣雨。睇下今朝早嘅新聞提要。